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高雄有一档建案，惊中昼发生公安意外，有一个临时工伫咧做地下污水接管工程的时阵，这顶头是放落来，甲人待伫咧内面。消防人员开点半钟才甲这工人救出来，不过迄个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了。陆港局也到现场稽查，才发现讲这包厢根本就无照规定做动态的设备，已经下令停工罚30万，也甲这个雇主移送地检署。消防人员出大力求索，得拼时间救人。伫高雄新营区民生一路甲文营一路的这个建案，28中昼11点外发生公安事故，建商包小包的污水接管工程向阳崩塌，当咧接管的38个姓陈的临时工走袂赴，待伫下底。倒落了，我就随跳落，不能硬挖，结果我看到会走出来了，不好啊。从下面穿越，在台电的线下面做衔接的时候，低强度掉下去压到这个师傅。这6米长、2米宽、10米深的水管沟，顶面和台电的公路相接。当时工人伫台电的公路下对面，台电工地下底大约3米，有地下水渗透的所在，救援困难。消防队用山鸟甲双手甲拖，要几点钟才拖出来。已经无气，送医了嘛是救无回来。埋在土方大概3公尺左右，那我们也有配合这个怪手挖掘它旁边一些土方，配合我们那个特搜的人员一些特搜的技巧，才把它营救上来。调查原因，包厢讲有做安全措施，不过监视画面看到坑道边无护栏，路工局阁看到包厢嘛无做更班中回动这寡动头支持设备。初步调查呢是发现雇主在从事露天开挖作业时，没有依法设置挡土支撑，这部分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规定。路工局讲，照这样法命令作业全部停工，采取30万块以下的罚款。而且，甲雇主移送地检署追究的刑责，以后嘛对同性质的工程加强立管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头份中华路有一间越南的小食店，今透早发生火灾，头家一口罩4个人含一名移工不幸过往，也有一名越南女性受伤。厝主是住伫咧2楼，也那3楼是租予其他移工。这发生火灾原因，佫需要调查。透天厝规个大火烧起，警消到场有水线，赶紧野水拍火。这个越南籍女性火灾发生迄当时为3楼跳落来，卡去钻着送病院。不过警消伫现场敲找，伫2楼找到一个口罩4个人，其中2个人是5岁甲8岁查某囡仔，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紧急送病院了，也是救袂回来。3楼阁有一个越南籍女性移工已经明显死亡。切割铁门，然后入室搜救，有4名在2楼搜索到，另外1名在3楼搜索到。监视小组天一更就到现场采证，28半暝2点，苗栗头份中华路这间越南小食店传出大火，火一烧就无就收煞，点外钟才互拍花。警方表示，这栋透天厝1楼是店面，2楼是徛街，3楼说服3名越南籍移工。附近居民拢表示，这间店出入的人是真复杂。他们有时晚上会唱歌啊。2个可能是抽烟，不可能是电线抽，就是2种可能。但1楼没有事，看来1楼都没有什么。民众表示，店内动线真乱，阁乌白囤物件，起火原因阁要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火灾迄当时有一个男性移工走去，含受伤的越南女性移工是翁仔某，敢若是非法居留身份。不过真正的原因，阁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这呼吸道感染当咧真严重，外界也咧烦恼讲这病情会拖开。疾管署表示，讲国内类流感的疫情已经是连续7礼拜拢伫咧降，病院的微肠菌疫情敢若是极度流行，无亲像中国遐严重。伫机场港口会加强戒备。另外，疾管署今年检出22例本土副伤寒，是这10年来降4期的新冠，大部分拢是含这青食、蚵仔，抑个海产有关联。
爱食青海产，爱注意卖各老各土变作病。疾管署发布警讯，今年是小连续检出22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创10天来同期的新高。一寡个案有生食蚵仔含沙西米的状况，发生地大多数拢伫个渔港含餐厅等等。其中北部一个50几岁的查甫人，因为着眼住院，闹个真厉害，采检了后确诊伊是胃着富伤寒。感染管局在调查死因起源。陪病家属采检是阴性啊，其他同病房的人员也没有疑似的症状，所以这个感染来源目前研判是不明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唯一一个这个在富伤寒共病，然后有这个死亡的个案。另外，在中国最近是爆发多种呼吸道感染病，至少有7种病毒同时在流行。外界烦恼讲国内敢同款有这种情形，疾管署讲国内类流感去看病的人已经连续7礼拜降落来，病因为中困的疫情嘛干那过度的流行，才无到一拍无亲像中国安尼一直撑起来，但会加强机场港口的戒备。我们就还是以这个加强这个机场港口的戒备，以及就是提醒这个往来人员注意打疫苗跟个人防护为主要的这个防治措施。疾管署强调讲，若是出现不明的感染源，也是已经知影病源，但是有无诉讼的动静、临床的表现增加等等，会进一步来采取防堵措施，譬如讲管制边境，但是目前还未到这个阶段。另外，根据统计，27一天有超过6400人次来自新冠疫苗 XBB， 从月中以来一天住的人上侪记录，可能是因为中国疫情相关消息，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际 H5N1 高病原禽流感疫情正在加悬，在云林古坑出现今年国内入冬了后，头一站2家场确诊 H5N1 的案例，而且已经甲15000多只鸡灭掉，35000多粒鸡卵也拢处理掉了。农业部表示，已经提早准备今年增加进口数量，会增加到33万只。若阵这2家受到疫情影响有减少去，就会当随时补起。防疫所的人员无用家鸡处理掉，家鸡卵集中销毁。云林古坑一个饲鸡场，这个月2日通报因饲鸡场的鸡有过样，结果采检送验，25确定去喂到 H5N1 禽流感，这嘛是今年国内入冬了后头一个 H5N1 禽流感的案例。所采取的这个养殖方式是属于立体式的一个养殖，啊，整个这个鸡笼的高度超过3公尺，所以在整个扑杀的过程里面是相当缓慢的。那总数15374只的这个蛋鸡羊，我们花了3天才把它扑杀完。防疫所表示，这个饲鸡场今年4月份才完工，饲的嘛是头一批年鸡，而且拢总加15400只鸡，还有35000粒鸡卵销毁，因应禽流感高风险的时期，农业部讲，今年进口拍种的鸡总量为26万只，提高到33万只。过去以往我们总计进口大概1年但是26万只左右了哈，我们今年一进到将近33万只，总计进来多的话，就是会填补因为它的损失。农业部表示，秋冬开有禽流感的情形，今年除了提高进口拍种的鸡的数量来提早应用，嘛会观察禽流感疫情的情形。欠卵若是严重的时阵，也有澳洲进口卵来补，嘛有针对饲鸡场设施的补助，辅导业者改善环境，减少感染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亚洲棒球锦标赛这礼拜特别比赛咯，台北大巨蛋是头一场正式赛，就是由台湾来对决韩国。13000张的门票已经抢了，还阁再开放3000张，同款一声就无啊。总教练郭李建虎还阁再表示，开幕战是由两队新生代球员徐若曦来打位。这徐若曦也讲入去大巨蛋感觉真特别，不过这投手的投球区后壁有关节感的问题。亚冠赛结束啊！亚锦赛的国手全部拢到。2月29到开幕战的台北大巨蛋来练球。第中日总冠军战摕到上有价值球员的投手徐若曦，是第一摆来到巨蛋，一直讲真心息，而且还未正式投球，就发现有一寡所在的适应。后面的那个断层比较高，可能有时候牵制的时候会突然落差太大。有比较软啦，因为好像其实踩久都会有那个痕迹在。伫投手徛的所在有一寡短暂的争吵，人讲草皮嘛较软，徐若曦认为这拢毋是问题。两队的pitch林清芬是讲，顶有小可插目，但是空间有够大，无压迫感，伊较注意本垒的后壁外野含盖外区的距离。徐若曦目前算是
一个蛮危险的地方，因为那个杆子离我们比较近，所以会怕会撞到对啊。目前可能就是在内野区的话，可能对小球上的一些应付，可能要再加强一点这样子。中信兄弟外野手陈文杰嘛伫积分备战，但因知影伊伫台港乡鹰队第2摆的靠边选秀风景去啊，想到要离开伫遮已经8年的兄弟队，陈文杰是目眶红，感谢球队和球迷。其实还不知道的时候，心里会有点紧张。但是刚刚消息就是确定的时候，就是有点放松了，心情蛮复杂的那种感觉。陈文杰讲，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心内真复杂嘛，真唔甘。但是各有舞台，都要表现得更较好。即马伊上大的任务，就是伫个亚锦赛，把家己的实力摕出来，和队友做伙摕到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环保局即马走大声，对即个即马开始呢，伫主体区暗时10点到早起8点开店做生意的禁止业者放音乐，也去吵到带伫遐的民众。若准是违规，会依照噪音管制法要求改善，也会当罚3000到3万。台北市东区的巷仔，各种凉的好食面和特色的小店一大堆，嘛是真侪民众伫下班了后爱去遐啉一杯的所在。但是有真侪伫徛街区的餐酒馆和啉酒店，半暝伤吵，拢会影响到住户。像前天晚上我就接到居民抗议的，我们都是以自己去劝导店家，或者通知警察局，甚至环保局来测音。也有给我反馈意见说，他们在11点之后经常会把声音放小，预期效果是否达到我们也不知道。台北市环保局统计，今年的1月到10月，餐饮业的噪音定情有1571件，其中897件伫徛街区，内面有超过80%拢是第1、第2类的噪音管制区，包括自1、自2、自3。因为安尼，环保局修正规范，暗时10点到隔天早起8点，禁止伫徛街区使用扩音设施这设备来放音乐，吵到别人的商业行为。1、2类的噪音管制区，晚上10点到早上8点。禁止音乐播放致妨碍安宁的商业行为，民众可以透过1999来检举反映。那我们稽查人员都会去现场确认。录音或者说是先拍照啊。一般检举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检举者会留多一点的资讯，或留些电话，我们稽查人员可以跟你去联系。针对餐酒馆吵闹影响到住户，那我们希望能扩大到1到4类住宅。其实整个大安区1到4类开餐酒馆区非常多。那针对修法说。看是否真的能达到改善。规范内面嘛管制使用吹哨hiệu仔的机器来做环境变扫的作业时段。陈恒里长讲，逐摆有餐酒馆的噪音定情的时阵，业者拢会配合来改善。但是有一寡人客是讲话伤大声，会做宣导。业者若有违规的，依法要求改善，而且会当罚3000到3万。记者综合报道。6月底开始施行交通记点的新制度，若准逢记12点，就爱吊扣驾照。不过近日传出讲，伫台北监理所外口有中人甲民众软空棒，减1点爱开2000块。公路局表示讲，目前是怕无查到这款的情形。交通违规记点新制，6月底开始，暗过真侪职业驾驶是爱要，满12点就会被吊扣驾照。不过，顶悬有正侧下面道对侧，即马交通员局看到非法相机，划价1点转移收2000，而且当场就伫监理所外口咧划价。先扣的都扣了钱了，我们来回去等这钱呢。这个哪是工钱？若违规行为人甲车主无共，车主爱申请将记点转移予驾驶人。不过新制执行了后，台北市违规记点短4个月，就将近20万人申请转移，有机关都质疑，这当中有偌济是冤屈咧。因为呢，当时他们在这个转移的时候，他们并不用去认说到底行为人是谁，以至于所有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拿一个不是当事人的一个驾照去做转移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就是帮交通黄牛开后门。公路局回应会伫网络甲市民申请加注建议，目前也无发现同款的情形。那查到不法行为人会砍下伪造文书的罪嫌。不管是不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或者新北市裁处，都是公务机关来做一个审核。假如说民众提供不实，又使公文登载不实，或者是涉及刑法伪造文书的一个刑责。台北市机关洪万金认为，
买演唱会或者是球赛门票拢有实名制，若发现一寡民众拢是被转移点数，安尼明显就是人头应该积极调查。到市长周迈安伫质询当中是回应，2个月内会建议配套来严办。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桃园机场呢，伫咧2019年全球机场排名是排第13，不过今年已经达到82名咯。有学者表示讲，真侪国家趁疫情期间，甲机场翻新提升服务，台湾无趁机会加强软硬体设施。学者建议讲，应该要引进智慧机场的设计。疫情解封了后，未少民众出国旅游，机场清在出现济人阵。不过，桃园机场伫英国 Skytrax 国际机场的排名，2019年得到第13名的成绩了后，逐年退步，今年还阁来到第82名。处在一个不进则退的状况，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非常多的国家机场重新翻新以及重新定位。未来如果第3航站可以尽快的开幕的话，如果可以用数位科技再去降低旅客出入过程里面的繁复性的话，应该可以减缓大家的抱怨。附近的国家机场成绩拢一起袂歹，尤其是新加坡樟宜配合多功能复合商场，受到国际旅客欢迎。日本羽田机场因应东京奥运征收，扩大综合商业设施，一起伫前3名。有学者分析，别个国家拢伫疫情的期间大幅度征收，台湾煞缀无着阵。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桃园机场应该要强化智慧机场的概念。比方说像新加坡的一些空桥对接啦。成田机场的部分，比较年纪大的旅客，他们提供一个 AI 的接驳的一个服务在机场内。那桃机其实也成立一个智慧机场的小组哦，在审视自己的一个主计划之后，在研拟这个智慧机场的一些发展的优先顺序。桃园机场在疫情期间人比较少哦，所以样本非常的少，尤其今年恢复以后，应该在今年的评比会变得比较好，他们很有信心。针对国际评分的成绩退步，桃园机场回应讲，评分的内容包括机场工程、医护、清洁，也有旅客服务等等的内容。桃园机场的作业嘛包括防检署、移民署等等公民营的单位，后续会持续改善，以服务第一的角度来检讨甲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指名的80岁主保李春基表示，北韩进前发射的军事侦察卫星已经成功翕到美国白宫，也有五角大楼，甚至就是海军基地内面的核动力和空母舰。不过目前是讲有翕到，但是这相片拢无对外公开，到底翕有清楚也无，外界也拢唔知。 평양시간 11월 27일 23시 36분 25초 워싱턴의 백악관, 펜타곤 등의 대상들을 촬영한 자료들을 구체적으로 보고받으시었습니다. 北韓當局為咗監控美國甲南韓嘅軍事行動，上禮拜成功發射一粒軍事偵察衛星“萬里鏡1號”，而被派高齡80歲國家領導人御用嘅主保李春基出馬，宣布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已經收到美國白宮5角大廈。 甲停佇維吉尼亞州羅霍克海軍基地、甲西太平洋關島海軍基地核動力航空母艦的影像甲相片。報道內底還佫講金正恩真滿意，不過北韓並無公開這批衛星影片，衛星影像清楚的程度，外界嘛無法度知影。另外一方面，要6年無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北韓的代表日前去參加出席軍事偵察衛星會議，而且真罕見公開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互相對徛。 So we reject strongly the disingenuous DPRK claim that its missile launches are merely defensive in nature in response to our bilateral and trilateral military exercises. One belligerent part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eatening us with a nuclear weapon. It is legitimate right for the DPRK as another belligerent party to develop, test, manufacture, and possess weapon systems equivalent to tho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lready possessed and or developing right now. 北韓的代表喺會中怨嘆講，其他國家喺衛星方面的工作並無受到任何限制。 世界上無其他國家的安全環境像北韓這樣困難。高振通美國當地用核武來威脅北韓，因為美國的代表講，美方的做法甲北韓無同款，而是每一期甲活動的內容攏有提早宣布，
有特别降低风险，甲追求透明度。美韩的演习并无违反安理会决议。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协议休战4天，即马搁再决定讲要搁再延长2天。负责协调的卡达已经正式对外宣布，美国白宫要证实。不过，这以色列方面也未对外公开说明。以色列妈妈齐恩251天总算甲8岁甲15岁2个宝贝查某囝团圆，即马安尼希望搁加2天，因发生伫其他的人身上，无论是以色列人也是巴勒斯坦人，各种协调的卡达支持表示，以下同意休战的4天协议搁延2天。这哈马斯官员伫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的时阵表示，休战的条件甲之前讲的同款。Hamas has committed to releasing another 20 women and children over the next 2 days. 真侪相关的声明拢无说明说去被绑偌济阵子。不过，埃及国家新闻局长拉什万近前嘛表示，交换有以色列20个人质，巴勒斯坦人60个犯人，也有温准援助不足的车进入加沙。It's a glimpse of hope and human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darkness of war. Even with that additional amount of time,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satisfy all the dramatic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in Gaza. 根据原本27暗时结束的休战协议，有11个以色列人、33个巴勒斯坦人放出来。白宫表示，这人质当中有2名美国妇女。哈马斯讲已经收到以色列所份要放出来巴勒斯坦人名单，有3个女犯人、30个未成年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表示，已经通知人质的家属。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纽西兰去年才推出世代禁婚令，也就是讲袂当卖婚予2008年以后出世的民众。不过，这项禁令呢，却因为这新政府上任了后，随甲改掉，理由是会减少差不多是大票315亿的税金收入以外，也烦恼讲禁止了后，偷卖婚的情形会愈严重。食婚会滴到喙内边定，可有薰臭味。婚盒仔顶拢有这款的警告文字，目的是要减少食薰的人。不过，2000纽西兰总理罗克森的保守派政府一上任，就改变前总理安尼丁要予2008年了后出世的人买无薰的世代禁婚令政策。原本的想法，佮规定市面上90%的店头袂使佮卖薰臭类的产品，会当卖薰臭类产品，嘛要减少尼古丁的含量。We've seen smoking rates come down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government. We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We'll have strong education campaigns. 工会专家对着禁婚政策的大变化，拢真着惊。因为纽西兰每年大约有5000人因为食薰所引起的毛病来死亡，其中以食薰率上悬的原住民毛利人受害上严重。新任的财政部长威利斯讲，根据评估，若是旧政府的禁婚政策，恐惊会予政府的税收减10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315亿。总理罗克森讲，政策改变主要是考虑禁婚令会予乌市兴旺，而且乌市佫无纳税金。另外，澳洲卫生部长巴德利第2杯讲，除了医疗用途协助改婚的电子婚以外，澳洲明年正月开始会禁止进口一改性的电子婚。因为这款有尼古丁的电子烟愈来愈受少年人欢迎，这是澳洲加强管控的第一步。These are the vapes that have pink unicorns on them, bubblegum flavouring, disguised in order for them to hide them in their pencil cases. This is not a therapeutic good to help hardened smokers kick the habit. This is a good that is deliberately targeted at our kids to recruit them to nicotine addiction and then to cigarette smoking. 伫主要由好亚国家所组成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内底，澳洲是食薰率上低的国家之一。不过，电子烟市场快速成长，尤其受到少年人的欢迎。根据澳洲政府的统计，18岁到24岁人口大约有5%食过电子烟。公视新闻新六倍编译。来看选战的新闻，民众党高文哲昨表示，有人甲伊讲，伊若愿意做副手，就要予伊美金2亿。高文哲办公室佫讲，这款消息是对国民党内的引起议论。国民党的赵少康就爱高文哲讲清楚，不过高文哲是回应讲，这选举的变数一大堆，无需要随意去讲。
亲信班长和赵宗仁副总统嘛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大清德，参加创业模范和创业双副奖的活动。理事讲到要帮助企业来做所谓和净零两边的转型，和台湾变作台商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嘛支持创新创业。主要是要针对人才培育，还有资金的取得，还有法制的松绑。另外呢，也提供试验的场域，让台湾的创新创业能够跟国际接轨。总统府28发布总统令，萧美琴是准时驻美代表。胡红讲，新的人选确定了会正式公布。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参加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联谊晚会。不过最近真侪民调是显示，民进党大小票同款是领先的，民进党的高雄票是较落排伫第3。赵少康嘛直接讲，后空票的少年人支持度伤低，要开放5间学校的邀请演讲，直接来面对少年人。我们开放5个学校，邀请我我都愿意去，而且魂素不均，随便你问什么，我绝不回避，任何一题都不回避。民进党的郭文德虽然和侯友宜是参加同一场活动，但是煞无同台。那要伫总统选战，即嘛是咧拼家己的。但是郭文德讲，有国际骗子讲，若愿意做副手，就互伊2亿美金。郭办阁讲，这消息是对国民党迄边来的。赵少康爱郭文德，爱讲个清楚，莫变鬼变怪。那种骗子他是布局很久，选举期间是这样的啊，骗子掮客都很多。早上陈善就有说是跟上相关的事。好了，这条就不要问了。民进党唔拿面对外口的挑战，党内嘛阁传出有中华县议员宣布退党，郭文德承认那被合破局就是一个原因。面对这个困境，民进党要重新出发。记者综合报道。空军明仔载伫咧台东志航基地举行空军教练机换训成果展示。军方媒体《青年日报》今仔日也预告讲，这 F-5F 战机要宣告退役，飞行任务要结束啊！捍卫台海超过45年的 F-5战机，伫民国60到80年是空军的主要战力。台湾也是全世界上界大 F-5E5F 战机的使用国。落尾有 F-16换上2000加 IDF 加入了后 ，F-5战机变做是部分机。这几年则是发生事故，即国防部规划要甲换掉 F-5E5F 战机，按算明年全部换掉，会由国造的永鹰高教机来接任。空军明仔载会伫咧台东志航基地举行空军教练机换训成果展示，呈现到永鹰高教机换装的一个现况。另外 F-5E 战机改装的 RF-5E 侦照机也会继续进行相关的。讲到中国上届新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有风声讲正咧进行这电磁弹射系统的测试。这款电磁弹射器只有美国和中国研发成功。网络顶头就有人抛出影片，会当看到这福建号弹射器发射出这7型的飞行器，落尾落去海里。美国媒体也指出讲，这福建号未来若准有成军了后，将有可能是会当阻止美军协防台湾。社会媒体影片看到这测试的飞行器为福建号2个前弹射器位置之一发射，然后落入头前水行。中国上新型航艦福建号传出开始对电磁弹射系统进行正在发射测试，为下一步海试做准备。福建号南飞中时影报标出福建号的舷号10米，还佫有歼35运型战机甲俗称海盘的空警600固定型无人机，2型战机为航母甲板弹射起飞，相当划算。舰载机的配置，福建号是中国第3只航艦，也是第一只配备电磁弹射装置的航艦。2018年开工建造，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长度316公尺，应载差不多40只战机。美国上新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甲福建号有大部分同款的电磁弹射发射甲回收系统。福建号捌伫2015年进行第一摆正在测试，2年了后才可家己动力进行第一摆海上测试。美国媒体用安尼来推估福建号可能的海试的时间。
福建号安装至05年，完成海事报告服役，互解放军搁较有能力延后，或者是组织美军进入断区协防台湾。美国专家分析，福建号设计目标是用伫后美国亚洲的环境，直接挑战美国的海军力量。不过，有专家表示，后美国亚洲的讲法用词无适当，而且是一种有问题想法，因为美国被撤回对这地区承诺的存在。记者综合报道。毋是少年人毋摒事，是这厝愈来愈贵。讲到这厝是愈卖愈贵，民众贷款的时间也愈来愈长。根据着内政部的统计，今年第3季民众买厝贷款的时间超过305期，大概是这25年来创下历史新高，这是有统计以来头一届超过300期。一个行入去，走开到客厅是看现现，内底还阁有1加1房。这款的细间厝是袂少头一届买厝的人新的选择。504年新，然后挑高4.2米，那总价也不会太贵的一个物件。那我们深受目前大概顶客族以及首购族的喜爱。虽然买一间厝是真侪人的目标，不过伫厝价贵33的年代，嘛互立贷款的期限愈久愈长。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统计，今年第3季，咱国民众买厝平均的贷款分期已经达到305期，比前一季加10期。都创下历史新高，生活品质会很低吧？对，如果要背一间房的话，一直有负债或者一直要还东西的感觉，会有一点压力。那进一步以各区域来看，今年第3季平均买厝贷款的分期，分上济期是高雄市348期，平均册贷款爱立29年；台南市是336期，新北县323期。六都除了台北市以外，平均买厝的贷款拢分300期以上。全台尤其包括中南部在这几年呢，房价涨幅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呢，近年呢有比较多的设厂的利多啊，其实也刺激了房市的买气。绝大部分还会希望把这个房贷的期数跟优惠呢争取到满哦，对他们来说会是比较重视的。张秀兰表示，厝价起了后，民众将来当透过分期立贷款来降低买厝的负担，加上申请安政策房贷，互分期立贷款的比例增加。不过，申请安政策房贷宽限期虽然又长到5年，不过续落来进入正式立利息、甲立本金，压力才等要开始。买厝的人一定要谨慎来规划，而且增加后期的财务能力，这是较健康理财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今仔日起203点，收在17341点。不过，主计总处是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降低到1.42%，出现金融海啸以来上界歹的表现，呈现出大量流动资金的投资和实际经济却是无同款的局势。因为出口衰退，投资表现是不如预期。主计总处搁一摆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到1.42%，创金融起高龄以来14年上低。因为国际的需求是有，并没有说是有复苏，但没有复苏的那么快。就整体，我们台湾经济应该是稳定的前进的。朱德明讲，虽然咱国今年的 GDP 是收到1.42%，但是和南韩的1.4%差不多，比新加坡的1%较悬。最近几档台湾经济表现相对较好，目前经济情势嘛稳定向前行。国内的经济学者认为讲，明年的全球经济会变作是慢慢成长，联总会嘛可能在明年启动降利息的循环。美国经济成长动能，那在它的民间消费以及那就是说非住宅投资的带动之下，仍然能够维持相当不错的一个成长动能。但是到了明年年中左右的话，它可能必须要采取预防性降息，因为那如果说不适当的那调整它的货币政策的话，那会遏制美国后续成长动能，那因此会让美国经济急速的恶化。等到看台股的表现，早起平盘开出来了后，指数是一路开悬走悬，中场起203点，是收在17341点。原本早起搁领先台股的香港恒生指数，下晡2点是落到17328点，上个甚至到17303点，继31年台股超过港股。所以明年整个的这个台股走势，加上整个明年的这个利率的这个环境，也可能会比较好。好，所以我们认为说明年台股还是审慎乐观。我们认为说明年下半年它的表现机会会优于上半年。
分析师讲，因为美国反大受惠，明年台湾 GDP 预估会增加到3.08%，库存计划结束含企业的得利当来到正轨。伊暗算明年台股指数的区间观点有可能会当来到10000。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估计，台湾到2025年就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一个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统计，有87%的民众烦恼家己食老了后的长照需求。针对带伫机构3个参选人拢发出补贴的政策，赖清德提出一个月上悬补助15000块，关务德是讲一个月上济3万，那侯友宜是讲一个月上济2万。不过学者也伫咧问讲，花这补贴钱是要对倒来？台湾2025年就要变做65岁以上人口占20%以上的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一直增加，但是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统计，有87%的民众烦恼家己食老以后的长照需求。面对家己的长照需求，也只有一成外的民众认为家己欠有够钱。看目前的长照政策，家长认为中等度的适龄者资源更加欠缺。住宿型机构是不足的吗？有80%都同意，也有89%认为。住宿型机构动辄就要3万5万，目前现行的1个月1万元的补助是不够的。70%的民众认为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只能有30% 补助，而且不能使用照顾服务是非常不合理。针对重度适龄者，家总统计有50%外民众认为大属型机构较适合因。针对大属型的机构，3个总统参选人都有提出政策。民进党赖清德提出每个月上悬补助1.5万块，民众党关务德每个月上悬3万块，国民党侯友宜每个月上悬2万块。但是学者指出发给政策的盲点，大家并没有交代到底这个财源从哪里来。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政策规划上面，还需要在后续讨论的事情。无论是德国、韩国、日本，已经开办所谓长照保险的国家，它的绿色的色块是有的，也就是税收的部分，并不是全部都是黄色社会保险的部分。家总统计有挖背下的民众认为，政府会使比较健保办理长照保险。学者建议，除了现行以税金办理长照2.0补助的方式以外，会使以多元的方式保障未来的长照财源。呼吁总统参选人都要对此提出说明。记者郭明随台北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敢有想过，讲你食老以后的生活是要逐工拄伫眠床，也是会当行出门去笑这日头光呢？伫新竹香山的就一个社区，因甲社区内面无伫咧用的空间，变做是菜园啊，互时代会当平常时来到这开讲种菜，熟悉朋友。时代在菜园专心照顾家己所种的农作物，这片原本只是用来停车的空地，经过社区改造。变成大家平常时做伙开讲的好所在。时代佫利用家己种植的花草，用来做泡茶以及共产材料。透过这款方式，互社区时代愿意出来交朋友兼运动。大家看了足欢喜的安尼，然后做花草后，佫有挽一寡做薄荷咯，转去咱社区会当泡茶，出门来就笑嗨嗨啊！大家安尼身体拢足健康，大家拢足快乐的啊！即马年岁济啊吼，人少年吼，因去上班，咱爱做咱的吼，即个做咱的吼一寡吼，社区有在上课，有在啥货一寡活动吼，咱爱出来参加吼，头脑较袂一点歹去吼。社区理事长讲，透过这款方式，除了互社区时代愿意出来活动。另外，也增加社区资源，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以及里民之间的交流。较早吼，真侪中国时代吼，拢伫厝诶，咧食饭咧配电视啦。啊，其实吼，迄拢会造成一些老人痴呆症。啊，所以吼，阮鼓励吼中国行出来社区，啊来做阵活动。啊，即摆阮搭配阮热林的一寡老师吼，会教因一寡课程吼。啊，所以吼，常常动动他的脑，啊，动动他的身体。啊，所以吼，延缓失智老化。市府指出，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用来辅导社区，未来希望会当互更较多的民众，大家做伙来共同参与，为家己的社区尽一份心力。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
伫咧台南宁街的石腿大天府内面，100年的虎爷公煞拍无去啊，民方是赶紧报案，希望嫌犯赶紧甲虎爷公请倒转来。另外，民众伫咧参拜时阵会顺线帮虎爷公，致使这行者宫的虎爷金身顶头有一寡伤痕，民方也提醒讲，千万唔通乱摸。 民方甲百姓倒紧显开，详细看行为顶悬无采任何声明。结果2有信徒来参拜龙家石腿大天府，意外发现虎爷拍无去，原本了准方请去坐镇，结果是有嫌犯好大胆伫咧众神明头前偷走有8档历史的虎爷公。民方原本要调庙外电眼来调查，却因为日前山顶落雨，致使机器故障。目前警方嘛已经扩大咧调查。虎爷公自较早文革 的时阵，藏伫托壳厝，无去用消毒掉的，所以是一只将近100年的虎爷公较紧的红阮的虎爷公紧请倒来阮的单内。经过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因为地处山上是比较偏远一点。 扩大调阅中，还没有掌握到特定的嫌疑人。虎爷的第一音念起来亲像好野，一信徒会去拜虎爷求财求健康。近来虎爷信仰真普遍，同款有服侍虎爷公的行者宫，甲虎爷公踩伫咧新道边啊，互民众通walk in参拜。不过真侪人袂记伊是新尊，煞甲乌白色，致使身上有一寡伤痕。庙方国不其中大公告，提醒信徒莫乱摸。 不赞成甲虎爷乱摸。虎爷伊古早时有一个习惯，囡仔咱的一个虎头皮就是一个洗肾炎的毛病。以前的传统就是一个讲法，就是讲你用虎爷钱将伊只虎爷钱将伊只下怀只低头皮才用的个较紧好安尼。文书工作者指出，虽然有虎爷形体看起来古锥，不过伊认为用手落去摸虎爷是较无礼貌的行为，只要诚心祈求，生命拢感应得到。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即马都市的停车价愈来愈智慧化，不过这高雄的智慧停车价干那1700多个，无够一成。互机关批评讲这进度上慢啊，是因为台南市智慧停车价是全国第一，比例比较8成。高雄市政府表示讲，明年会增加3300个，按算115年会当完成1万个。 一排停车格边仔拢是条仔，用卡就当纳停车钱。伫高雄街路，这种智慧停车格是愈来愈多，目前已经有1000多个。不过期完这期，并隔壁南市也是差真多，因为南市虽望干那有14100个停车格，其中11000个是智慧停车格，比例是全国第一。翻头来看，高雄全市有54979个停车格，煞干那1720个智慧车格，才3.1%尔。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甲厂商签约，明年就会搁增加3300个。那另外东区甲南区这个部分有4900几个这个智慧车格，可能会伫114年来开始。那总共咱是115年会当超过这差不多1万个左右的。高雄市推动智慧车格到搭是第5档，智慧车格煞干那1000多个。不过民众对智慧车格看法不同，有人认为用卡纳钱较环保，有人感觉纸本较方便。有放落车，安尼就互收一个15块，对。我感觉真袂爽啊。这较方便我会使线上扫码。 缴费就会使开车走足紧的。除了智慧车格，机关嘛表示，目前高雄市公有停车场电动车充电条有201个，是6都排名第4。交通局回应讲，已经向中央申请设置398个条按算明年会完工。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自2021年成立5股湿地生态展示馆，去年佫甲翻新，针对这10多年来伫5股湿地收集到的生态资料，做一个完整的展览。重新设计这展览场，也摕到2023年日本加美国的创意设计大奖。记录5股湿地鸟仔的声音。 边仔阁有无共规则的生态介绍，运用木造的展览空间，阁配合所有影像的体验，这个看见自然的律动展览，
互来看的人感觉真丰富。非常的充实啊，哎呀，非常的有趣，而且很多东西哦都常常更新啊，因为我就住在附近而已，我常常来。足丰富诶，会使了解遮的一些一寡鸟啊，个一寡树啊，会使增加足侪对这个所在的地形。目前当地东石自然生态展示馆举办的看见自然的活动，是展示馆加为2012年启用到今，伫5个湿地收集的生态资料，做一个完整的展出，用日生态教育观念设计展场，摕到2023年日本甲美国创意设计大奖。我们去年改善了整个解说设备的环境，那也参加了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比赛，那也获得铂金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东石自然生态展示馆伫11周年的时阵，正式改名做5个湿地生态展示馆，佮结合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甲产业共生的主题，举办湿地生活节。希望全民众透过5个湿地看过冬的岛礁，合适自然的生态教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英国传出骨肉站恶霸犬狗仔攻击人的事件，英国对12月31开始，甲超大型的美国恶霸犬列入去禁止饲的名单。2024年2月了后，全面禁止。这新法规说引起民众放杀狗仔的效应，动物收容机构呢也收容到这240多只恶霸犬。若准伫咧时间内无人来甲因认养，真有可能拢爱安乐死。这只比着犬去偷情的美国恶霸犬，看来是真有元气。动物主权机构保育员当咧甲饲，不过伊欢喜的日子恐惊剩无偌济。12月31开始，英国甲超大型美国恶霸犬列作是有危险禁止饲的名单。2024年2月就会全面禁止饲。即卖若是有饲这种狗仔的主人，都爱伫咧期限内申请饲狗的许可，而且若带狗出门，都爱看锁啊，或者是挂狗喙瓮。若无想要饲的，会当透过补助安排互狗仔安乐死。When the law comes into effect, those who cannot be rehomed, unfortunately,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put to sleep. 这种超大型的恶霸犬，体重会当超过60公斤，力头是真大，会当压制一个大人。英国真正传出有民众去大型的恶霸犬攻击的事件。9月份一个查甫人，还佫因为安尼上中不幸过往，引起政府的关注。The American XL bully dog is a danger to our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our children. 首相苏纳克透过影片安大人心，强调会透过立法减少狗仔咬人的事件。不过嘛引起弃养的效应，真侪去用送去收容中心的恶霸犬，真明显拢出现身体无好的状况。She was just literally skin and bones, no fat on her or anything. Obviously, she is going to be one of many that we're expecting to come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leading up to December. 目前英国各地动物主权机构收留的超大型恶霸犬，至少有246只。年底之前，若拢无人来认养，都爱甲安乐死。We're asking the government, firstly, under pre-protocol procedures, to go back and think again about their process and do it again. And if they won't, we'll judicially review them. 诉愿团体呼吁撤回禁止饲的命令，得到60万人的联署，而且伫国会进行正式的辩论。不过，这个命令看落哪像罢免会执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北美时到这名温差真济，伫咧德国的布兰登堡机场发挥创意，使用公关犬安大旅客伫机场内面无聊等飞行机帮，正恶杂的心情。另外，伫咧小资化的日本本地153节新社替囡仔求平安的活动，即卖要增加替宠物寄福的服务。训练师看到伫咧机场巡逻，吸引真侪人注意。德国柏林布兰登堡机场2020年开始启用，不过因为工程延误，有算超过支出，也个规模伤小，受到真侪批评。但是布兰登堡机场正伫咧发挥创意，引入公关狗，互旅客上飞机进前心情会当较好。Die Hunde sind dafür ausgebildet. Ja? Man hat auch sofort einen Blick dafür, ob Passagiere gerne mit Hunden arbeiten oder ob sie einen Bogen machen. Dann lässt man sie noch in Ruhe. Ja? Kommt auf die Frage, was sie hier machen. 狗会当化解人类的惊吓甲担心。伫日本的153节，依照传统，若是满3岁、5岁甲7岁囡仔，伫即天拢爱去神社拜拜，接受祝福，保庇因会当顺利大汉。但是即马少子化，有真侪日本人甲猫狗当做家己的囡仔，会互因穿特别做的日本衫，变一寡装饰品，地主人来参拜。もうそろそろ初老っていうこともあって。
お年になってきたんで、もうとりあえず一日でも長く健康でいられるように願いを込めて来ました。伫咧东京西南郊区35公里的神社，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会当追溯到6世纪。一直2012年开始专门为鸟高天文服务的753节祈福仪式。尤其是日本出生率连续7年下降，2020年创历史新低。这间神社的最高负责人讲，今年大约有120只天文来这祈福，而且会愈来愈多。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9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也过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